大家好，今日介紹呢款鐵錨 DC99嘅電波，依家開箱睇下。首先啦，佢個電池啦，4.0H 啦，係江蘇騰亞鐵錨工具有限公司出嘅。打開嚟睇下先。呢款呢唔係 A3 腳嚟，呢個係木田腳嚟嘅。整體 OK， 不過少咗啲跑馬燈或者電量顯示冇咯。然後呢個充電器，1.8A 慢充嚟嘅。又睇下部機呢個掛鈎啦，有呢部機呢個鐵錨，呢個英文，呢個係鐵錨，一檔係1600轉速，二檔係1900，三檔係2200，最細扭力係330，最大係750扭力，拆車胎足夠用啦。而家試下先。呢個3波，呢個1波，呢個2，整體非常好。然後另外呢，佢就可以用我哋呢款木田代用電，都可以用到。一套700蚊，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可以留言俾我，或者嚟我公司嚟睇或者試。OK， 多謝晒。